很快回应一下，你问到了我非常喜欢的题目。我在研究所里面学的这个领域之一呢，就是马克思主义。所以就像刚文章先生说的，我这边可以说3天3夜，保证第2天你就回家了。马克思主义用最简单的话来说，用他自己话来说，我们共产主义者要推翻传统文化，推翻传统道德，推翻传统宗教，跟破坏人际关系。他说完了，这他说的，这他说的，马克思说的。然后你要仔细看下去，我们怎么做这件事情呢？我们要以阶级斗争，就刚刚这个文道先生说的，要用拆散这个机器方式来解决这机器的问题。我们要用阶级斗争跟解放全人类的名义来进行。但他用这样来做，他真正动员人的力量，绝对不是爱，是仇恨。这第2点。第3点，我把旧的阶级、旧的人都推翻完之后，我变成什么？我打造个新的阶级出来。这新的阶级是谁？是我共产党。我把旧的全部打翻，新的就是我。我们常讲说万恶的旧社会，啊，农民受到这个地主的剥削，对，农民受地主剥削很惨。大家不要忘记，农村里面可能不止一个地主。张家不行了，你跟李家干；李家不行，跟王家干；王家不行，跟周家干。都把地主打完之后，地主只剩一个，那个人是谁？中国共产党，没有第2个地主了，就是他们的本质。所以说完了。